我即摆的历史已经过啊，你即摆要甲大家讲，大家敢会关心，所以其实拄开始咧杀的时阵是真困难，真困难。有一群少年人用银行的概念，甲文化牵起来，等待有一天，这个传统文化会当用新的面貌行入咱的生活内底。这个传统的文化，袂去甲环境保护的这个价值有冲突，所以我个人我家己感觉蛮感动的。因为青春，所以有梦。下礼拜三暗时10点，青春咱的梦。